台南永康的宝成宫早朝拜六安办音乐节，所有民众为着要看表演，爬起伫铁厝的厝顶，阁有家长和囡仔坐伫咧唱位顶悬，看起来是真危险。庙方即阵出面回释咧，讲未来办活动会加强管理。民众搭伫铁皮厝顶，随音乐喊来喊去，是无细意就可能打空。阁有家长和囡仔冒险拍，还是坐伫悬壁顶看演出，万一摔落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台顶歌手用心表演，台下观众听甲真入迷。台南永康宝成宫因建筑大点，初时暗时举办音乐节，煞出现真侪乱象，唔那黑白白，场内阁有部分民众食薰，引起不满。于20时接获民众为观赏音乐表演，徒手攀爬至表演现场旁的太阳能板上面，现场远景为防止意外发生，立即上前劝离。活动于21时50分结束。期间未有民众发生受伤意外。警方抗离八县的人，规场活动起因大约2万人到场，警方嘛出动大约50个警察到场交管并维持现场。真危险的动作啦吼，民众爬去这个厝顶啦吼，以及这个墙仔顶吼咱嘛希望民众啦吼，能讲宝成宫过来举办这个活动吼，会当莫做这个危险的动作。宝成宫过12档举办建筑大点，却因为其中的音乐节引起争议。庙方初5透早嘛针对民众乱爬行为回释咧，表示未来举办活动会加强管理。公司新闻陈焕武、陈显坤台南报道。